樓市焦點。繼續翻嚟呢一 part 呢，我哋都睇下個市況，請埋兩位嘉賓，就係 Bricks & Mortgage 嘅創辦人黃振宇 Eric 啦，仲有呢就係呢美聯物業嘅高級董事布少明一齊呢同我哋傾下個市況方面嘅話題嘅。咁啊，歡迎兩位先問下 Eric 先啦，點睇而家投資環境呢？嗱，內地方面呢就有減息啦，亦都預期呢嚟緊都有機會呢再減息添。美國嗰邊亦都係即係有機會減息啦。其實點睇個投資環境呢？其實呢個投資環境當然係有利啦，你印多啲銀紙，自然嗰個銀紙就貶值噶啦。但係咧我都係最擔心都係而家嗰個環球嗰啲大部分嘅主權債已經去到一個爆煲邊緣，所以譬如話7月份、8月份嗰陣時，法國啊、英國央行嗰啲高層都出嚟話，我哋可能要 IMF 打救。咁呢個咧亦都你係嗰個債嘅孳息率個曲線嗰度睇到。就算你嘅短息喺度減緊嗰陣時，長息喺度抽緊，譬如德國嘅長息30年嘅息咧，過去一年升咗60個點子，由2.6升到3.4，呢個好大一個跌幅㗎嚟㗎。咁繼續落去加上烏克蘭嗰啲戰爭可能會繼續升溫咧，咁基本上未來嘅嗰個格局咧就係拋債買金買銀。或者甚至買比特幣嗰啲啦，包括央行嗰啲都會開始越嚟越大手咁樣做噶啦。你睇譬如話中國10年前佢有成11000億嘅美債揸喺手，而家係7000億，咁可能會繼續跌落去嘅。咁跌到低過1%咧，咁就佢就唔怕同美國砌噶啦。咁好多嘢其實係大家而家講和係互相都有個依賴，但係咧大家互相越嚟越多嘅制裁，越嚟越多嘅分野之後咧，未來嗰個衝突嘅嗰個機會成本會減低，所以嗰個衝突嘅機會咧，亦都會慢慢升緊上去。咁我問下布少明啦，嗱 Eric 咧頭先咧講咗咧成個投資環境嘅大趨勢啦，咁特別咧係樓市方面咧，似乎今年咧翻嚟咧，大家都仍然係即係睇得幾好，氣氛都好啦。你自己接觸個市場方面嘅情況係點呢？嗱，如果今年1月咧，我哋形容嘅樓市就開紅盤啦，咁啊價量齊升。咁第一就喺一手方面咧，去到今早咧已經有800宗嘅成交，咁我哋估計埋尾咧會超過2000宗。咁2000宗咧就係13年蕭安麗之後咧，最旺嘅1月份。咁二手咧35大屋苑咧，啱啱剛過去嘅星期六日咧，就錄到63宗嘅成交，比之前嘅星期六日咧都40幾宗咧，都上升差唔多4成。咁同埋連續2個禮拜咧就有109宗，咁亦都係比舊年同期1月份咧係上升咗2成。咁至於樓價方面咧，我哋嘅指數咧係錄到已經上升咗0.5啊，即係今個月份。咁埋尾咧，我相信有機會咧1月份咧個樓價會升1%嘅。咁所以見到咧整體個市況價量齊升。咁亦都西貢嘅樓盤啦，之前亦都買到滿堂紅咁啊大把向熱客，咁同埋咧1客2食以上啊，即係我哋講大手組咧，都有60幾組超過3間咧20組。舊年年底都有啲西餅客出翻嚟啦。係啦，冇錯啦。咁啊，而家越嚟越積極啊，即係明顯見到投資者入市嘅態度咧係明顯積極咗嘅。Eric 自己點睇個樓市咧？特別係即係恒指咧，今年翻嚟咧都上過27000啦。股票市場大家話向好之下咧，財富效應會唔會都惠及到樓市咧？絕對有每次都係股市升6個月之後樓市升噶啦。咁我睇而家第一季咧，應該暫時都係 OK 嘅，但係大概升3%咁上下啦。咁但係最緊要擔心嘅咧，都就係烏克蘭啊或者中東啊嗰啲戰事，可能第二季開始咧會開始比較升溫嘅。咁之後咧加上呢個美元啦，好多嗰啲特朗普做嘅嘢咧，而家非常利好美元同埋美國資產、美國內向嘅投資呢啲嘢咧。而舊年其中一個推動樓市升嘅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咧，就美元走弱。咁而家調整似乎就完咗啦。咁有機會咧，如果係第二季開始美元升翻嘅話咧，咁樓市都會有幾大嘅逆風咯。咁啊，當然啦，即係問埋布少明啦。其實咧，大家話咧，發展商今年咧翻嚟咧，就都推盤都相當積極，而且都賣得個反應都幾好。你自己睇個策略係點呢？我見到發展商咧，喺個市好之下咧，仍然都係積極推盤嘅。咁我見到咧，即係如果喺供應多嘅地區，而個樓盤牽涉
火數多嘅話咧，咁佢哋都係仍然第一批單位咧，我哋叫都係低市價開盤嘅。咁你見到西貢樓盤咧，都係比二手市場咧係低咗10幾個 percent，咁從而引起嗰個超額認購啦。咁再喺第二、第三張價單咧嘅時候慢慢加價嘅。咁但係當然喺供應少嘅地區，亦都牽涉火數少，有啲單棟樓咁樣咧，咁亦都發展商就相對識貨少少啦。咁就會係貼市價，甚至乎以市價開盤。咁另外一啲彌足珍貴嘅豪宅盤咧，咁當然都係識貨啲嘅。咁亦都係一個市價去推出，所以唔同地區、唔同嘅牽涉嘅火數嘅話咧，發展商都有唔同嘅推貨策略啦。咁但係今年咧，我相信發展商咧仍然都係積極推盤去庫存因為我哋見到嗰個庫存咧由高位嘅23000伙嘅貨尾咧，去到而家18000伙。但係18000伙咧，又從過往嘅平均嚟睇咧，都仍然係偏高咗嘅。即係我哋見到過往係正常啲嘅年份咧，都係10000至到12000伙度。咁所以今年咧，發展商亦喺個市況係好之下咧，仍然都會係積極推盤推庫存。Eric 你自己點睇嗰個庫存嘅情況咧？特別係即係聯儲局咧就今個月會議息啦。不過一般估計今個月可能都個息未必會喐啦，但係今年就仍然都有機會減息嘅情況又點咧？減息啱啱講咗啦，基本上就係長息會升，短息可能會跌嘅。另外一個嘢咧，你如果睇翻嗰個利率嘅期貨咧，升息嗰陣時22年到24年嗰段升息時間咧，嗰個期貨係即係覺得美國唔會加息，結果係加突咗。而家就調轉咗個期貨咧喺度，市場就諗住我會減好多息，但係咧過去2年其實係減唔到嘅。咁而家你睇翻向前走咧，睇嚟有個機會咧，市場個預測可能係樂觀咗，起碼75點子嘅。咁呢個咧就可能大家買家要小心啦。如果唔係俾出邊唱到以為減多1厘，結果減25點子咁啊！期望就唔好話即係咁高係嘛？應該冇期望咧，反而有驚喜係嘛？咁布少明其實你自己睇翻經濟環境同個樓市嘅關係係點咧？嗱，經濟環境同樓市一定係有個關係嘅。咁我哋過往睇到咧，呢幾十年啦，經濟好嘅時候咧，樓市都係自然一般情況都係好嘅。咁最主要經濟好咧，咁打工仔份工就穩陣啦，甚至乎有人工加，變咗佢哋上車或者換樓咧，都會係積極啲、有信心啲嘅。經濟差，份工都唔穩陣，點敢去換樓啊？咁同樣係老闆級嘅，亦都係經濟好咧，賺錢嘅機會亦都係大啦。佢盤生意，咁亦都係令到佢有財富有誘因咧，係換得更加大嘅樓啦，或者更加新嘅樓。所以經濟同樓市咧，一般情況咧都係掛鈎嘅。Eric 點睇而家香港經濟情況？你如果睇翻最新嘅嗰個就業展望指數咧，係跌到一個近年嘅新低嘅，即係封關之後再開翻關咧，其實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反彈啦。咁而家向住唔係咁好嘅方向。咁其實過去1年你都見到好多實體上嘅經濟咧，都仲係比較零售餐飲咁樣啦。咁我哋見到同經紀嗰啲朋友傾偈咧，亦都好多講咧，而家最大嘅需求工商嗰方面啦，係減細或者係縮細嘅嗰啲租客，而唔係擴張嗰啲租客。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咧，其實係有機會。雖然PMI 暫時都幾利好，但係咧企業係好謹慎嘅。所以加人工或者係擴張嗰方面咧，都係要比較小心啲。所以唔係一面倒咁好。好啊，同你哋咧傾到呢度先休息陣。樓市焦點。繼續翻嚟呢一 part 啦，我哋繼續有2位嘉賓就係布少明啦，同埋 Eric 黃振宇喺度嘅。休息之前呢，就講緊個市況啦，特別咧呢段時間呢，就有啲新嘅政策啦。嗱，新盤呢，採取咧招標方式銷售，向來呢都係俾市場咧去關注噶啦。一手盤呢，招標嘅指引呢，就取消咗3房或以上嘅單位咧招標嘅限制啦，首次容許2房或者以上咧都可以招標嘅。而招標嗰個單位嘅面積由700幾尺咧就放寬到500幾尺啦。先問下布少明啦，放寬之後咧，大家關注對樓市有冇啲咩影響先？
我諗個整體影響就唔會太大。咁for發展商嚟講咧，更加方便咗啦。因為兩房一啲尺數細啲嘅單位都去招標咧，咁就唔使話估個市場。成日有時出咗個價單咧，都唔知個市場嘅反應會點。冇咁大彈性嘅真係。而家就由啲買家去出價嘅話咧，咁佢掌握嘅市場係更加會準成啦。咁如果for買家嚟講，有啲就話驚，喂，會唔會樓價因此而拉高咧？咁我覺得個機會都微嘅，因為始終買家出個招標價咧，佢都會衡量周邊嗰個價錢啊，甚至乎呢個樓盤個成交價，同埋因為始終你兩房嘅單位咧，始終個供應量都係多嘅，就唔會話大家出標大家鬥高啊，我要高先至攞得嘅志在必得嘅情況咧，就唔同一啲彌足珍貴豪宅咧，即係招標就可能要落高啲啦，咁唔係咧賣咗就買唔翻啦。咁但係如果你 mass market 賣咗，好多時都仲有樓上樓下嘅單位嘅，咁所以我就睇唔到話因為咁嘅情況咧，而令到個樓價係推高咗嘅。咁啊 Eric 咧 ，Eric 自己點樣睇咧？我或者由個結構上去睇啦，因為市場嘅影響唔係太大嘅，主要係而家發展商多咗嗰個能力操盤。咁點解之前失去咗呢個能力咧？就係政府管得太死。政府乜都管，太嗰啲限乜限乜係嘛？係啦，佢唔俾你點樣去賣銷售個其中一個原因咧，係當年政府供應太少，土地供應太少，導致發展商予取予攜。咁佢咪管埋你點樣去銷售，點樣個定價嗰啲咁嘅嘢。就越管越死，所以呢一個放寬咧係一個市場上結構上一個好事，以後希望唔好再加呢啲咁嘅嘢。但係咧點樣令到未來唔會俾發展商再咁樣掹高嚟亂叫價咧？其實係好簡單啫。你土地供應足夠嘅話咧，就冇人會掹高任何價嘅。所以未來政府需要做嘅咧，唔係好似而家過去6個月、9個月咁樣基本冇土地供應，佢就喺度完全喺度睇緊價，唔係睇緊未來市場嘅需求或者市民所需嘅嘢。佢應該係話每年如果話預計2萬個單位供應嘅話，你就唔好今年就3-5千，出年就4-5萬咁樣，所以導致政府嘅嗰個決策咧令到市場波幅加大，亦都係增加咗監管嘅誘因咯。咁啊，布少明你自己睇翻咧，即係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成交方面多咗啦，一二手嘅比例上面係點咧？近日咧，其實見到咧有啲報道都講話有短炒獲利嘅情況都多咗喎，係咪實際都有咁嘅情況咧？嗱，如果一二手比例咧，仍然都係一手係旺啲嘅。咁如果舉例嚟講咧，呢個月我哋估計咧都有2000宗一手。咁二手咧，我哋估咧都係4000尾5000宗左右。咁如果計比例上咧，咁係即係睇到個一手咧都差唔多佔3-4成啊。咁同過往可能佔10-20% 咧，咁明顯嘅一手嘅比例係高咗。咁最主要呢個都係發展商積極推盤啦。咁亦都係啲大盤咧，我哋講咧都係一啲貼市價、低市價去賣樓咧，無形中一定都搶咗一啲二手嘅客源嘅。同埋睇到近期二手咧，個業主咧個態度就強硬咗好多啦，因為整體個市況都好咗，樓價亦止跌回升啊，唔係回穩咁簡單啦，係睇到係有個升幅啊。咁所以見到啲業主個議價空間咧，由過往幾個月前嘅5-10%，甚至乎個市最差嘅時候10% 以上都有咧。去到而家得翻1-3%，咁亦都有啲業主係零議價空間嘅，咁變咗亦都令到咧有部分嘅買家咧就唔想話追價或者還價還唔到咧，係投入一手嘅市場。咁所以我哋見到一手係嗰個做嗰個成交比例咧係相對係做得比較好嘅。另外我想問下 Eric 啦，你覺得而家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咧？仲係留喺美國啊，定係都有過咗嚟亞洲呢邊呢？特別睇到今年翻嚟咧，其實見到日股啊、韓股啊，都仍然係做得好，更加韓股都再創呢個新高添。點睇呢個情況咧？舊年上半年咧，絕對係好大嘅嗰個股票方面嘅資金啦，流入咗香港啦，亦都多咗去亞洲，因為呢度啲估值太平啊。咁美股越嚟越貴嘅話咧，好多基金經理被逼要睇下點樣去第二啲方法去增加佢嘅回報。咁但係今年到呢一刻為止咧，我哋睇到嗰啲資金數據咧，有好多錢入緊去歐洲，有好多錢入緊去土耳其，有好多錢
錢入緊去伊朗嘅。點解會咁樣呢？我覺得係，但係而家局勢有啲緊張，可能有人備戰咯，所以咁多錢湧緊入去。呢個亦都係我哋觀察緊、追蹤緊嘅一個數據。所以點解我哋好少咁有好似企出嚟不停咁樣講戰爭危機、戰爭危機？咁呢個可能其中一個需要睇嘅數咯。咁另外咧，內地方面咧，其實見到佢咧，即係嚟緊呢，就係19號咧就會減息啦。咁另外咧都暗示翻呢，即係仲有機會咧再係喐個利率嘅。咁你自己點樣睇內地嘅經濟狀況咧？內地一定嘅係主打嗰個內需嘅啦，所以諗都唔使諗啊！因為中美脫歐呢個趨勢咧係越行越開嘅，所以點樣將佢而家仲係比較低嘅個消費嗰個GDP 嘅嗰個比例咧不停咁樣抽高佢達到好似美國咁啲水平咧，仲有好大一段距離。所以佢各種各樣嘅補貼嘅消費或者減息嗰啲咁嘢咧，會持續有來。呢個係基本上一個未來一段時間定調咯。咁布少明咧，你自己睇翻我哋講咧，即係租金方面咧，其實過去一年咧都一直有上升啦。咁嗰陣時樓價都未升嘅，而家樓價上升嘅，租金方面嗰個回報或者個趨勢會點樣咧？我睇今年就樓價升，租金都會升啦嚇。因為過往幾年咧3年咧就租金升，樓價就跌嘅。咁而家同步啦，終於嗰個走勢，我相信係租金樓價都會升。咁舊年睇到租金又冇升5-6% 度啦。今年我自己睇咧都仍然有機會會升5-10% 嘅。咁最主要都係高才專才嘅客人咧都係繼續會湧港啦。咁同埋一個內地生即係交換生方面咧，相信都係有增冇減嘅。咁嗰個需求都會係增加。咁所以特別一啲大學區啦，我哋叫沙田區紅磡港島西區呢啲咧，咁升幅咧就會跑贏大市。我自己睇有10% 嘅升幅嘅。咁另外一啲半新樓啦，亦都係好似荃灣或者何文田或者港島西區咧，亦都係特別受一啲叫專才人才客咁佢哋中意租一啲入咗伙冇幾耐嘅樓啦5至10年樓以內嘅咧，就佢哋比較喜歡嘅。咁呢啲地區咧亦都係跑贏大市嘅。你自己睇咧 Eric 古金匯方面咧嗰個比重，今年個投資策略應該係點咧？特別係頭先話金銀咧就啱啱呢個星期尾咧就回翻一啲啦。咁其實仍然係咪仲係可以睇高一線呢？絕對係嘅。始終你睇翻整體個環球局勢都係第一就算央行都係默默喺度拋緊嗰啲國債，即係基本上要金唔要債嘅。打仗嗰方面亦都係另外一個好強嘅驅使因素啦。你見到金嘅嗰個儲備嘅比例咧，大概係烏克蘭戰爭開始嗰陣時，全球大概2萬億嘅嗰啲央行嘅持份，而家去到4萬億。中國嗰個嘅佢對 GDP 佢個金嘅嗰個持有量嘅佢對 GDP 嘅比例，亦都有0.3，都係過去10年度啦，5至5年度啦，0.3去到而家1%，所以係全球都喺度做緊呢樣嘢。所以股嗰方面咧，我繼續睇，起碼一半嘅資產要擺股啦，大概30%係房地產啦，你住嗰度啦，跟住咧就20%或者要啲金現鈔同埋啲比特幣類嗰啲咁嘅數字資產咯。好啊。咁布少明全年樓價方面走勢咧，今年年頭而家開得咁好全年樓價走勢點樣預測咧？樓價方面咧，我估今年咧就會升10至15%。咁整體咧，我哋特別係睇好一啲細價樓啦，即係800萬樓下打下嘅樓咧。咁呢啲係升人大市。咁最主要就係第一，佢本身有個剛需即係啲人上車一定係買呢啲樓。第二，佢亦都有個投資需求。咁我哋見近期好多一啲投資者咧都中意買一啲細價樓去收租。第一個租金回報高，第二牽涉嘅成本亦都係比較低。咁所以我哋見到近日點解咁多啲大手數6間、7間、10幾間咧，佢寧願拆晒佢買嚟收租咧，個回報率係高啲。咁另外一樣睇好就係超級豪宅，一啲過億嘅豪宅因為隨住股市做好、IPO 做好嘅話咧，咁我哋見到豪宅都係受惠嘅。咁所以近期我哋見到無論係山頂嘅南區都有啲10幾、20幾億成交嘅商號屋成交咧，我相信有啲 IPO 咧，即係套咗現嘅有啲老闆啦，有啲高管咧，係都會係持有香港豪宅咧，佢哋都係特別係有信心嘅。Evan 咧，
基本上啱啱開始講咗啦，第一季應該繼續向好，但係咧第二季開始會幾強嘅逆風。同埋咧，美元會係一個最大嘅一個負面因素啦，同埋經濟嗰方面啦、戰爭嗰方面啦、主權債務危機嗰方面咧，都係我哋最擔心嘅嘢。就算未來2年到啦，如果係港元計價，樓價升咗嘅話咧，我睇都有個風險以美元計價咧可能會跌嘅。呢方面呢，大家投資咧要小心謹慎嚇。今日咧多謝晒兩位，多謝晒。多謝。